花園喺西安過去就大約3個鐘頭高鐵。其實我應該去洛陽先再去太原嘅，可惜mistake 咗。Anyway 點都好啦，冇乜地方玩嘅，咁啊去咗個太原古縣城，係新起嘅，仲未起晒嘅。其實應該紅嘅原因係因為張藝謀當日喺嗰度拍滿江紅，所以紅咗呢個地方嘅啫。優點係冇人，舒舒服服，係咁簡單啦。咁另外植物園 OK 嘅，要錢都 OK 嘅，真嘅，靚嘅。搭嗰條電梯上去睇個 Panorama View， 食完碗羊雜粉之後，嚟到呢度中間啊，呢個叫做如果佢夜晚開燈，城隍廟廣場嗰啲附近係夾開始有啲人氣，我估影啲相仲靚。可惜就係呢個古城係，我覺得係重建嘅，再砌嘅，所以我就係住嗰度啦。爭啲咯，如果唔係應該好舒服。哇，整幾個民宿喺度，正到爆啦！揾酒店揾咗好耐，唔知有冇民宿咧？但係就真係正宗大王，食乜都齊，有平有貴 ，OK 嘅。悲しみに出会うたびあの人を思い出すこんな時そばにいて肩を抱いてほしいと慰めも涙もいらないさぬくもりが欲しいだけ人は皆一人では生きてゆけないものだから虚しさに悩む日はあの人を誘いたい一言も語らずに同じ歌我呢度啲天鵝養到熟晒啦，走啦！等我睇下啲魚大唔大條。我以為就咁噶啦，已經養到熟晒啦。人は皆一人では生きてゆけないものだから喂，宏場密通大麻花，你睇呢啲就麻花啦。中場咁多琴日啊，係啲賣到20人啦，20到30人到啦，唔數。呢條叫食品街，我就住喺呢條街啦。兩間店揾咗2間都唔使然後再嗰啲係初年市。